라소다 홍원들야 아주지 잘람 교내 신신나겐게 파소首先咧，要問候透過網絡參加今次課程嘅尊貴嘅僧眾，我嘅上師、祖古、喇嘛同埋好多有信心嘅法友，同大家講，真是地力。我哋接住咧講上一堂課嘅內容。之前咧就講到就係講到第二次結集嘅內容，就係關於比丘大天五事嘅內容。之前咧有講到一位日本學者嘅講法，咁今日咧就主要係講有一位韓國嘅佛教學者李慈龍會做一個根本分裂嘅結語，同埋會講一啲現代學者嘅啲睇法。咁呢一位李慈龍佛教學者咧係一位韓國嘅佛教學者嚟嘅。咁佢喺1998年咧發表咗一篇論文，咁就係關於根本分裂原因嘅考察咁樣一篇論文。咁其中嘅觀點咧係相當有啟發性。咁就喺呢一個研究嘅領域當中咧，俾好多學者咧重視，同埋經常被引用嘅一篇論文嚟嘅。其中咧佢嘅一啲重要嘅觀點，咁佢咧就係認為咧，所有嘅傳承咧，部派各個傳承咧，都係同意分裂之後咧，即係根本分裂之後咧，形成咗上座部同埋大眾部呢兩部嘅。所以基本上咧，各個部派咧都同意咧，係最後分成咗兩個部派。咁而各個部派對於具體分裂嘅原因同埋對於分裂嘅描述咧係有所不同嘅。咁喺傳統上咧就會咁樣解釋咧，就認為咧上座部咧係保守派，咁而大眾部咧係相對於自由、比較放鬆一啲嘅派別嚟嘅。咁但係咧，李慈郎咧透過呢個分析咧，大眾部嘅文獻就係呢個舍利弗問經。之前咧，我哋有提過呢部經，佢指出咧，分析呢個典籍嘅時候咧，佢有個睇法。其實咧，大眾部實際上咧係反對上座部，擅自咧擴充戒律嘅，就係咧上座部
佢哋會自己咧擴充戒律。咁有一啲咧叫做增加咗一啲綜學法嘅條文。所以咧大眾部咧就係屬於咧維護舊律嘅一派嚟。所以咧大眾部其實係維護舊律嘅一派嚟，但係咧反而顯得更加保守。所以咧就覺得大眾部咧反而咧相對上座部咧顯得保守。所以大眾部咧認為咧唔應該擅自擴充戒律，就保持原樣就好啦。所以就係從分析呢個舍利弗問經當中咧，就有觀點就覺得咧大眾部其實係比上座部咧更加保守。咁韓國學者咧佢引用咗另外一個學者嘅觀點。咁呢個學者咧個觀點咧就係東西方嘅環境差異咧，而影響到個僧團嘅特性。咁呢個係咩意思咧？具體嚟講咧，喺第二次結集嘅時候咧，我哋有分開東方嘅僧人同埋西方嘅僧人。咁當時印度嘅東方咧，就係指咧毗舍離，即係廣嚴城呢個地方。咁喺毗舍離東方嘅僧人咧，佢哋首先個地方咧係經濟比較富裕嘅，所以僧團嘅生活咧亦都係比較安逸嘅。咁而西方咧就係摩偷羅嘅地方，咁相對咧環境係比較艱苦嘅，咁所以咧西方嘅僧團咧需要嚴守戒律，令到僧團咧更加好咧去嚴守戒律。因為喺呢個環境當中咧，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耆那教或者係婆羅門嘅苦行者，所以喺西方嘅僧團咧，如果佢哋冇去嚴守戒律嘅話咧，咁就好難咧贏得當時在家眾嘅尊敬。咁所以你為咗要去對抗耆那教同埋婆羅門教嘅苦行者咧，所以西方嘅僧團咧需要更加嚴守戒律。咁佢又舉咗一個例證咧，就係比對咗呢個綜學法，就係總之咧有個叫做綜學法嘅條文嘅差異。呢個就係韓國學者其中一個例證。就係呢個綜學法其實係咩嚟嘅咧？主要係規範比丘日常嘅威儀嘅，譬如飲食上面或者托缽嘅威儀或者係面對在家眾嘅時候嘅一啲行為嘅規範嚟。所以咧就係所謂嘅威儀啦。咁就係綜學法就係講大概呢一方面嘅內容嚟嘅。咁有好多嘅條文，
咁比較各個部派嘅律儀咧，呢個綜學法咧係有好大嘅差異。咁係呢個韓國學者嘅比對咧，而法王咧又做咗一個補充嘅。但这里啊，随便呢，就那边说什么嘢些一個長個名字啊，俾人培訓地位，就你要睇到咧，價格多嚟叫下個天拿落嚟啊，左面咧就係唔同嘅部派啦，咁右邊咧就係呢個戒條啦。咁譬如大眾部嘅摩僧祇律咧，就有66條。跟住就係說一切有部律咧，就大概有100，有啲有講108，有啲講112。咁就係呢度咧，就係呢度係學缽嘅律儀當中咧，所以佢嘅計法咧唔同咧，所以有108同埋112。咁仲有咧梵文嘅有部律儀咧，就108條。然後梵文版咧就有呢個113條。咁所以咧，我哋呢度睇到咧，反而咧，綜學法最少嘅係大眾部，只有66條。咁喺中文上面咧係只有66條，梵文咧係67條。咁總之咧都係得60左右嘅，冇超過70。咁所以最少咧係大眾部嘅條文啦。咁而最多咧就係根本有部律，就係最多啦。咁就係說一切有部嘅十誦律咧，都係最多嘅。所以呢度講明咗咩咧？就係西方地區嘅上座部咧嘅僧團咧，係上座部嘅系統僧團咧，喺西方咧，佢哋係因為要適應環境，所以咧主動擴充咗好多嘅戒條，就係行為規範嘅一啲條文，而佢哋主動去擴充咗。咁而佢哋咁樣做嘅目的係咩咧？就係維持僧團嘅形象，同埋要贏得在家眾嘅支持。而大眾部嘅系統咧，佢哋保持嘅咧就係比較少嘅條文，咁係代表啲咩咧？就係代表佢哋更加早、更早期嘅、更簡樸嘅戒律傳統嚟。所以總之咧，根本分裂咧，
韓國學者認為咧，唔係因為十事而分裂嘅，或者唔係五事嘅原因咧嘅單一事件而觸發呢一個根本分裂嘅。佢認為咧，主要係第二次結集嘅時候咧，教已經傳播咗唔同嘅地方，因為要因應當時環境嘅差異咧，咁慢慢形成咗唔同嘅情況。因為唔同地方嘅文化、生活習慣啊，咁所以個差異咧就慢慢形成咗唔同嘅爭團。所以可以講咧，係必然嘅一個結果。分裂嘅本質咧，係因為制度化或者地域化啦，而導致必然嘅結果嚟。咁呢個結果咧就係造成咗西方嘅爭團咧，佢哋咧發展出更加嚴格、更加詳細嘅戒律體系。咁而東方嘅爭團咧，佢哋嘅生活環境咧比較富裕，經濟條件比較好咧，佢哋咧就可以保持原有嘅傳統咯。所以最終咧，因為東方西方，因為佢哋嘅生活習慣、理念嘅唔同咧，最終咧造成呢個分裂嘅。咁啊，呢位韓國學者李慈郎咧，佢對於要做咗個呼籲咧，重新咧要評價大眾部，因為一般人咧都會去批評大眾部，就覺得佢哋好放縱嘅、寬鬆嘅一個派別，而上座部咧係比較嚴格、保守嘅、傳統嘅。咁相對大眾部咧係放縱隨便嘅。咁而李慈郎咧認為就唔應該係咁樣，就佢認為咧唔應該咁樣對大眾部做呢個批評，就要知道咧佢哋係維持原有嘅戒條嘅原有嘅傳統嘅。咁以上咧就係韓國學者李慈郎佢嘅一啲睇法啦。咁然後咧個總結，對於根本分裂嘅一個總結。咁所以咧喺呢個根本分裂嘅總結咧，現代學者普遍嘅睇法咧，以上咧就係日本學者松本啟祥嘅觀點，然後咧就講咗呢個韓國學者嘅觀點。
咁總之咧，有好多學者或者日本嘅學者咧，都歸納咗一個總結嘅睇法。喺唔少嘅學者咧，都咁樣認為，佛教嘅根本分裂咧，其實係源於以下嘅一啲原因。儘管嚟講咧，好多有唔同嘅分裂嘅講法傳說咧，譬如話十事啦、五事啦，一啲咁樣嘅傳說嘅內容咧，咁但係佢哋咧其實都有一啲相同嘅地方，或者有啲根本性嘅持續存在嘅一啲理念上嘅衝突嘅。而且咧，呢個理念上嘅衝突咧，而唔係突然發生，唔係短時間之內出現嘅，而係持續存在嘅呢啲理念咧，而最後產生分裂嘅。呢啲學者嘅理念嘅衝突，俾咗個名咧，就係持律者同埋持法者之間嘅對立。所以我哋藏傳佛教咧，當中雖然冇用到呢啲字，冇講到咁明白，但係講到就會有呢個持律者嘅講法，就會講到呢個係一個自性罪。咁另外一派咧，就會講就唔係話一個係持法嘅戒嚟嘅。咁所以而家嘅學者有啲睇法咧，造成根本分裂嘅原因咧，就係持律者同埋持法者之間嘅對立。咁呢個持律者同埋持法者嘅佢哋嘅對立係點樣咧？咁譬如用十事嚟去做比喻嘅話咧，譬如話喺律藏當中咧，根本說一切有部嘅集事裏邊提到咧，關於第二次結集、毗舍離結集或者七百結集裏邊咧，其實咧佢冇記載到咧提到呢個根本分裂嘅。咁但係主要佢嘅核心嘅矛盾係咩咧？就係持律者同埋持法者嘅矛盾。咁當時咧，持律者佢哋嘅睇法咧，佢哋認為應該要站喺嚴格保守嘅立場。咁就要咧去嚴守戒律條文，咁同埋當中嘅條文啦。咁而律典咧係唔可以隨便更改，同埋有一個絕對性嘅。咁所以佢哋反對咧對戒律做任何嘅變通。所以佢哋喺呢個十事當中，佢哋係一個批判者，佢哋認為十事咧係非法嘅。咁持法者嘅睇法係點咧？佢哋就站喺咁就係一個寬容嘅一個立場。咁佢哋思想咧比較進步一啲，佢哋就認為咧
喺一啲特定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開許嘅。咁佢哋咧係更加注重法嘅精神，而唔係咧條文字句，係同埋強調咧律法嘅適應性同埋實用性。所以咧，佢哋認為咧，戒律咧應該係隨住時代、地區同埋時代嘅發展而要有所調整嘅。咁就住十事嘅呢件事嚟睇咧，佢哋認為十事咧係可以，佢哋係屬於十事嘅辯護者。所以咧喺十事上面咧就係呢個持律者同埋持法者嘅差別。咁係十事或者五事喺本質上咧，其實喺本質上咧都係同一個衝突，但係主要嘅差別喺邊度咧？係在於五事咧係關注，十事係關注律儀，五事咧係關注教義。五事係五種見解，所以係同教義有關。咁五事咧係指責阿羅漢係唔完美嘅，佢唔係最終嘅果位，所以有一種咧指責或者好似挑戰咁。咁呢五種見解咧，就好似指責阿羅漢唔完美，就好似挑戰咗上座部，因為佢哋認為咧尊崇最理想化咧就係阿羅漢嘅形象。咁實際上咧就係佢哋就好似挑戰緊呢個持律者嘅權威。因為持律者咧都係有啲所謂資深嘅長老以一種阿羅漢嘅形象出現。咁佢主要咧為咗一種更加寬鬆、更加進步嘅佛教思想啦，所以就咁樣提供咗一個咁樣嘅理論嘅基礎，去令到有一個更加寬鬆進步嘅思想。咁所以喺十事裏邊咧，所謂嘅正法咧，就喺行為上去變通，同埋指出咧阿羅漢係唔完美嘅，喺教義上，咁但係喺精神上面咧係相通嘅。所以十事同埋五事咧，其實都有類似嘅，咁都係體現咧對傳統權威一個僵化標準嘅懷疑同埋反思。所以咧，學者咧佢哋嘅結論係點咧？就認為咧，佛教教團咧就其實好早咧就有呢兩個集團啊，即係呢個保守派啦，同埋一個進步派。譬如話第一次嘅結集，王舍城結集嘅時候咧，當時大迦葉尊者咧責備阿難尊者。咁當時咧，大迦葉尊者係屬於保守派，而阿難尊者咧係屬於開放派啊。
咁呢個係好清楚嘅。譬如話阿蘭尊者為咗女眾可以出家咧，佢咗祈請，佢嘅思想比較開放同埋進步。咁大家攝咧係年紀大咗之後先至加入僧團，咁而佢之前咧係一個外道嚟。譬如講咧，佢之前咧一個好著名嘅事情咧，就係佢會執行呢個十二頭道行咯。咁呢個就係苦行嘅一種修行方法。咁呢個係咧當時印度嘅咧沙門嘅修行方式，就係佢哋嘅行事方式，就係叫頭陀行。咁呢個係比較傳統保守咁樣嘅一個人嚟嘅，大迦葉尊者。所以喺王舍城嘅結集嘅時候咧，大迦葉尊者同埋阿難尊者咧就已經有唔同嘅形態出現嘅。咁以至去到第二次結集嘅毗舍離結集咧，同十事之爭啦，同埋五事之爭咯。所以講咧就係咁呢啲佢哋僧團裏邊嘅爭論咧，喺唔同嘅版本當中咧，人物事件唔同，但係都可以睇到咧係持律者同埋持法者嘅對立啊。咁所以最後咧有兩個集團嘅理念啦嘅衝突咧，而無法調和，而最終咧導致咗根本分裂，形成咗上座部同埋大眾部。咁上座部咧就係對應呢個持律者嘅傳統，咁大眾部咧對應係持法者嘅傳統啦。咁就形成咗呢兩大嘅根本部派。咁講到呢度咧，我哋法王咧會諗起一樣嘢，就係覺得僧團分裂，就覺得僧團分裂好似好難過嘅一件事咁樣。係我哋嘅釋迦牟尼佛教主，如果佢仲喺度嘅時候嘅咧，弟子咧都要睇住佛陀嘅面子，就唔會咁樣分裂。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嚟講咧，到部派嘅時候咧，就因為各個見解嘅差異嘅發生咧，咁就唔係因為咁呢個分裂咧，就唔會有咁多見解出現。咁其實好似百花齊放，咁又唔會咧就因為咁樣而產生大乘啦，同埋密乘咁樣。咁我一方面嚟講，好似分裂係唔好咁樣，但係換一個角度嚟睇咧，其實係應該分裂嘅。咁所以佛教咧係由另外一個形象出現，咁令到佛教咧更加興盛，有另外一個面貌。咁所以呢個根本分裂咧都有佢嘅唔一樣嘅，即係如果從呢個觀點嚟睇嘅話。
咁佛陀咧係當佢涅槃嘅時候，佢嘅領導。咁喺上一年嘅時候咧，馬可課程嘅時候咧，就已經有簡單講到護法藏有關嘅一個內容。咁今日咧，稍微咧仔細一啲咧去講呢個護法藏。咁就係佛陀涅槃咗之後嘅領導有關嘅。佛陀在世嘅時候咧，毋庸置疑咧，佢就係僧團嘅領導者，同埋教法嘅創始者。咁到佛陀嘅晚年咧，當時僧團咧日常嘅管理責任咧就分咗俾舍利弗同埋目犍連去承擔。咁但係佢哋兩個人咧，主要咧係以一個弟子嘅身份咧去做呢件事嘅，而唔係以一種領導者嘅身份去行事嘅。咁仲有一位叫提婆達多，本來佢咧佢企圖咧去取代舍利弗同埋目犍連兩個人嘅，佢就想去做領導，咁但係咧就遭到咧佛陀嚴厲嘅批評，咁而提婆達多咧生起好大嘅妒忌心，咁所以佢咧亦都另立僧團，佢咧就做咗呢個不和合僧啦。咁所以佢唔單止係破壞咗僧團嘅和諧啦，咁同時咧佢挑戰佛陀嘅權威。咁當然佢咧就冇去挑戰到佛陀領導者嘅權威。咁到佢咧係佛陀涅槃咗之後咧，係邊個去承擔佛陀僧團嘅領導者咧？係邊一個係成為咗整體佛教嘅領導者咧？咁喺呢一點嘅上面咧，有唔同嘅歷史上面嘅講法。咁主要咧就有講係譬如話北傳佛教、藏傳佛教同埋南傳佛教三種傳承嘅講法嘅。咁首先咧，譬如話分南傳同埋北傳，咁將呢個藏傳咧歸落去北傳佛教當中。因為藏傳咧係由印度傳入嘅，都係其實佢咧亦都可以説屬於另外一個傳承嚟。我就冇用呢個北傳同南傳咁樣講。咁首先我想講呢個北傳佛教佢嘅傳承說法。
咁首先係北傳佛教傳承嘅講法咧，我呢個就係個投影。那說，大啲即係唐布啲呢，首先就講對比啲入邊諗到寫係嘛？依據呢個護法藏因緣傳。哎呦，第二個咧就係講呢個北傳嘅核心係咩咧？咁第三個咧就係呢個文獻上嘅啲差異。咁所以就分成咗呢三個部分嚟講。首先講呢個護法藏因緣傳，咁就係講咧呢個衣缽嘅傳承係點樣嘅咧？咁總之有部叫《護法藏因緣傳》，咁有部經典咧，就係根據呢個元魏時期嘅三藏法師吉迦耶等人咧去翻譯出嚟嘅，中文咧就叫做《護法藏因緣傳》。咁依據呢一部著作嘅記載咧，有講到佛陀滅後咧，佢點樣去傳承嘅？譬如話啲領袖咧唔喺度嘅時候咧，就透過用選舉嘅方式去產生。咁但係咧，佛陀涅槃咗之後咧，佢嘅領袖咧唔係選舉而產生嘅，佢係由一種教法託付嘅一種方式去傳承。咁所以咧就由前任嘅傳承持有者咧，將佢責任移交俾後繼者。咁所以呢一個唔單止係一種領導權力嘅移交，咁同埋係管理願心弘揚教法責任嘅一種託付嚟。咁喺呢一部著作裏邊咧，佢嘅衣缽嘅相傳咧係好清晰嘅。咁有24代嘅傳承。咁呢度俾大家睇一個投影，就會比較清楚一啲。咁呢個表格裏邊咧，提出嚟就係護法藏因緣傳有24位，咁亦都列出嚟嘅係禪宗嘅傳承。就係由佛陀、摩迦葉、阿難、商流和修、優婆谷多、提陀迦、無遮迦、佛陀難提、佛陀蜜多、揭比丘、怙那車、馬鳴、比羅、龍樹、迦蘭提婆、羅睺羅、僧伽難提、僧伽耶舍、鳩摩羅陀、車耶多、婆沙盤陀，咁所以咧係等等嘅。咁藏傳咧只有7代嘅啫，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咁但係呢度咧就有24位，咁佢睇到包括咧仲有馬鳴同埋龍樹菩薩。咁所以呢個護法藏因緣傳咧就係總共有24位嘅
護法藏師。咁去到最後一位咧就係叫做獅子，叫做比丘獅子。咁當時咧佢係喺印度嘅北部啦，迦濕彌羅。咁當時嘅國王啦，叫做彌羅崛咧，佢就唔中意佛教，所以咧就破壞咗僧團。咁而呢一位獅子咧，獅子比丘咧，亦都被殺害。咁所以咧就護法藏因緣展咧就講話呢個時候傳承咧就中斷啦。咁所以咧，總之就一直傳到去獅子比丘，咁就到俾當時嘅迦濕彌羅嘅國王咧去殺害咧，所以而個傳承被中斷。咁但係咧，當代嘅一啲學者認為咧，以上嘅24代嘅護法藏傳承咧，唔能夠講咧全部都係實際發生嘅事實嚟嘅。主要嘅理由有4點。第一個係就係喺護法藏因緣傳一部傳記咧，當中有6卷係元魏時代翻譯嘅。翻譯嘅唔係漢族人，佢可能係藏族或者可能係外族嘅人，就係叫做吉迦耶或者曇耀。咁總之咧，佢兩位咧去共同翻譯出嚟。咁實際上咧係應該係吉迦耶咧，佢就喺呢個曇耀嘅舊譯咧去重新翻譯出嚟。所以裏邊咧有好明顯嘅一個編譯嘅痕跡。編譯嘅意思係咩咧？就係佢並唔係單一嘅梵文原典咧，一對一咁樣如實翻譯。佢編輯匯集嘅工作，咁係點咧？就係從唔同嘅文獻、唔同嘅來源咧嘅材料，經過篩選整合、編輯成，形成一個連貫嘅敘事。咁呢個係一個原因，所以咧就唔見得係所有係真實嘅情況。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咁就係佛陀涅槃之後100多年，當時咧僧團咧係保持統一。講喺當時嘅護法藏衣缽嘅持有者咧，佢就等於係整個教法僧團嘅主持或者係主人一樣。咁但係咧就有呢個根本分裂，咁就好難咧就有一位咧共同所有人尊崇嘅一個領袖。上座部佢哋會有自己最尊崇嘅領袖，而大眾部亦都有佢另外一個人嘅一個尊崇嘅領袖。咁所以大家要有一個共同嘅領袖嘅話咧，就唔會有分裂啦。咁第三個原因咧就係喺護法藏因緣傳裏邊講到咧，將後世著名嘅大乘論師，譬如馬鳴菩薩、龍樹菩薩、提婆論師，都放咗入去呢個，就好似將個白羊咧混入咗黑羊群當中，一樣咧係格格不入嘅。
所以就將呢個大乘嘅論師都放咗入去呢個聲聞部派嘅菩法藏嘅傳承咧。所以如果同佢哋講咧，對聲聞部嚟講咧，佢哋將馬鳴同埋龍樹放入去咧，佢哋都唔會認同嘅。所以係用呢個《菩薩藏因緣傳》係對於呢啲聖賢咧，佢哋係呢個做咗一個點解要做一個咁嘅傳記咧？佢其實係要顯示咧，說一切有部同埋大乘佛教咧，建立佢哋係有一種權威性，就係將說一切有部屬於呢個大乘嘅更加有權威性嘅原因。好，今日大概就講到呢度。